下来继续来看农委会加码发农游券予民众，这嘛，予各地农会生意强强滚。也毋过，这个农游券是手机电子票券，民众若有抽到，都要先上网来认证，而且甲 QR code 这个图甲列落来，安尼农游券才会当来使用。但是真侪民众毋知影，这是予农会人员真困扰。有顾客无先来认证，无先甲 QR code 的图列落来。 结果规家大细买2000外块的物件，就结8支的手机互店员，爱店员帮忙来操作结销，嘛讲耽误着后壁排队等买结销的其他的民众。排队的人哦，先甲迄 QR code截图下来，好不好？ 本来一个办公室主任嘛，到门市来斗相共，因为有未少使用农游券的民众，拢无事先将这个 QR code甲翕落来。意思讲，伫立钱时速度有够慢，甚至有人认为讲，用通知的简讯就会使来消费。不就这样子而已吗？哦，没有哦，你 QR code 有验证的吗？QR code 啦。啊，我不知道呢。哦。要纳税人愈来愈多，收件员只好请去边协助伊认证。这摆农游券是用手机的电子票券，真的老大人根本袂晓用。 台中区农会因为安尼，伫收件台加派卡手来协助。本来只有2位，现在我们可能就会派到4位，一个扫 QR code，一个帮他包装。手机一来就说来帮我弄这样。他会要求啦，有的甚至是他手机没有网络。 主任讲，虽然为15开始开放使用以来，台中区的门市就收180万的农游券，要么收银台补回工作量嘛增加3倍以上。所以我呼吁民众收到通知的简讯了后，先上网络认证，并且将 QR code 加翕落来，嘛建议老大人上好先请少年的斗相共完成了后，才到农会去使用。